3個篋一個位，細入中，中入大，3個篋加埋都係20寸短途短 trip 啱晒用啦。企定定鎖碌設計，絕對唔係兔仔貨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。有一個限時優惠，2005年以嚟咧最抵嘅一個。我身後邊呢3個29寸、25寸同埋20寸呢3個篋咧，原價係2490，原價2490，而家只係賣1399，1399係3個篋啊！我哋呢個優惠咧只能夠做1星期啫，同埋咧係隨時截單啊！嗱，賣完咧蘇州過後咧就冇艇搭噶啦，3合1設計，剎車轆設計，有 TSA 防爆拉鏈、放大拉鏈。 用料上成1000零蚊嘅，個盒包價出邊係唔會揾得到噶。我哋叫呢3個3合1篋神，3個篋咧係可以篋揼篋，細入中，中入大，3個篋一個位，短中長途咧隨時攞啱使嗰個出嚟就搞掂啦。20寸短途短 trip 啱晒用啦，入晒。不過睇 spec 咧，佢係大咗啲嘅，但係咧嗱實測試過攞得入擺得出，睇下入唔入得晒先。 嗱，完全入得晒，冇問題啊！去4、5天啊，5、6天咧，呢個25寸咧都好足夠啦。咁如果有時帶多啲嘢去滑雪啊，或者去長途咧，我就會用29寸。而且佢仲有呢個企定定鎖碌設計，拍落去咧就係 lock 啦，拍翻上去咧就係 unlock 啦。搭巴士啊，搭 JR 嗰啲咧就唔怕個篋咧喺度篩嚟篩去，篩嚟篩去啦。1000零蚊3個篋，咩用料啊？嗱，10幾 kg 嘅鋼泉水擺落去，完全冇問題啊！ 仍然都係咁順暢，表面咧係一個波浪紋嘅設計㗎，抵抗呢個衝擊力咧特別強，因為起咗啲骨咧，好多啲邊位咧，絕對唔係兔仔貨啊！啲碌順唔順啊？哇！另外呢個25寸同埋29寸咧都有多一條放大拉鏈嘅，中間咧大概咧可以放大到我諗3、4 cm 咁上下啦。血拼到最後一刻唔夠位嘅時候咧，都仲有最後殺着啊嘛。3個 size 咧都係有 TSA 鎖啦，同埋咧呢條咧亦都係防爆拉鏈嚟嘅。嗱，呢個就係25寸，有一邊就有一格啦，有啲細嘅 pouch 啦。咁另外呢邊咧有條橡筋帶啦，可以俾你咧箍住啲行李啦。咁佢最好有一個咧膠嘅，有少少防水料咁嘅感覺嘅，完全滴晒水嗰啲擺落去，我覺得唔好。但係輕輕有少少濕嘅話咧，你放落呢度咧，亦都可以防止咧佢整濕你行李入邊其他嘢啦。重量嚟講咧，亦都算輕身嘅。呢隻20寸咧，即係2.8 kg 啦。一般咧可能好多都去到3 kg 咁上下噶啦。25寸咧4.1 kg， 29寸咧都係5.1 kg 啫，絕對唔算重嘅。呢個3合1篋神嘅限時優惠咧，只係做1星期，但係因為係隨時截單，冇貨就截單㗎，喺出邊絕對係揾唔到咁抵。所以咧，如果想買嘅朋友咧，即刻上去網站買啦。你話喂，店長，我一次過要唔晒3個篋喎，其實唔緊要㗎。我哋頭先提過，呢3個篋喺你屋企只係佔用1個位置嘅啫嘛。咁如果你仲有其他篋就嚟收工嘅，先買咗呢些翻去先，跟住等嗰2個收工，咁咪正式用呢3個咯。唔好等夾單嗰啲啦，因為1300蚊已經包埋送貨啦。快啲上去我哋網站撳啦！唔講咁多啦，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嘅推介啦。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